湯老闆，你以為冇欠銀行一分錢，貸款就實穩？你嗰啲隱形負債，銀行知得比你仲清楚。隔離廠張總開五金廠10幾年，帳面夠晒乾淨，從來冇欠過債。前排上擴產線，信心爆棚去申請貸款，點知銀行一句風險太高，直接將資料打返嚟。張總當堂懵咗，我一分債都冇欠，風險從邊度嚟？後來同佢揾咗個相熟嘅顧問一查，先發現問題出喺睇唔見嘅地方。銀行睇負債，唔止睇你欠幾多錢，仲睇你可能要欠幾多錢。比如佢前年幫親戚間細廠做咗500萬擔保，而家嗰間廠資金鏈就快斷。再比如車間之前有中工商糾紛，案仲未結，呢啲喺銀行眼裏統統係隨時會爆嘅，雷仲危險過帳面負債。唔好以為呢啲事冇寫入負債表，銀行就唔知。佢哋個系統細過會計，報表附註入面嘅擔保事項，官網嘅未結案件，統統幫你排得一清二楚。一旦擔保嘅廠撈唔掂，你要睇佢還500萬，工商案判咗，隨時就要賠幾十萬，到時你自己間廠都受影響。銀行敢冒呢個險咩？開廠最驚突發麻煩，你間廠有冇幫人做擔保？有冇未結糾紛？評論區講下你嘅情況，我揾顧問一齊同你諗計，唔好等貸款被唔批先急。